足水的。好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有够侪宝藏的，啊，摕宝藏之前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，咱是什么队？阮是健安馒头山队。馒头山队，啊，看头前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美露英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有英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桂鱼。四位小朋友刷了，搁要来摕宝藏，啊，是讲小晴，白大汉，你是咧无用啥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台湾队你哪有拄啊好？我来讲，村长今仔日交代阮吼，爱甲这大型吼画风格，所以吼，啊，你要来甲阮斗相共无？因为吼，大型要做大只的。啊，我这吼，我拢吼，这材料我拢准备好啊。大家摕一你等下哦，个甲我哦，这大型呵，拢甲我哦，来摕。嘿，爱快对，嘞，挂好，调好，这拢哦。多谢。对。啊，这互你念，这互你念。啊，这有气球，有去加几啊？我感觉你足好诶，等下咱若是布置甲足水诶，这村长好欢喜哦。欢喜安怎你敢知？欢喜安怎好摕宝藏。宝藏，真好。我跟你讲，迄张相片哦，用较庄严、较水对，的。就是这张。较庄严的。哎呀，安尼即摆开始布置。总算布置了呢，即摆大型无看起来有够古锥啊！真的哇，大家咧用心拍拼哇，相信咧村长一定看到咱的心血啦。哇，水哦！哇！安怎村长？大型号那变干呢？村长是不是足水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拢是我用心布置出来的。你是不是即摆心情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感动？只看大型无这样水。将来我真是嘿是欢喜。感动。你布置甲这个风格，跟我想的差侪，我会欢喜。好，布置甲呢，真正是这海报。不是啊，这个海报应该搭伫来照过一，海报。海报就是要搭伫这正中，来，较边仔，安尼照过来是不是足显目的？来无呢，我看呢。我想看卖，啊，到这彩带啊，这色水我无介意啦，莫用这个色水啊。哦，啊，这气球啊，用到龟头卡。哎，啊，这顶地呢，啊，你搁连要头壳顶，而且你看大型无，啊，下骹连遐几粒气球，啊，大型无细条的哦，奇怪咧。村长，嘿，安怎？我那布置到这么辛苦，安尼一日吧，你就甲阮哦嫌东搁嫌西，阮做个老官，互你嫌个老烂，阮嘛足衰呢。小朋友你看啦，伊安尼哦，凊彩也别甲大家改啊，安尼哦，浪费咱咧开遮济时间咧布置，你有啥物心情、啥物感受？我就受气的，无欢喜。欢喜。小气。我嘛是足受。我就是有我家己的一寡原则甲坚持啊，啊，我真正无啥想要安尼改，啊，无要安怎嘛。我知影你有家己的原则，我感觉你真好。啊，毋过有时阵大家咧讨论的时阵啊，咱应该有一寡条件的交换，啊，若无就是让步。亲像你这海报要搭伫遮对无？对啊。对，啊，煞你甲让步，互迄小静啊看讲这彩带要用啥物色水啊，要搭伫咧倒，你啊家己尊重。有时阵尊重吼，才会当互你甲对方的关系更较好，而且去听无共款的想法，嘛会当互你的眼界更较开阔。好啦，要考我知影啦。头先我咧直接甲恁足用心布置的物件，咧改掉提掉，是我对恁无尊重啦，歹势啦，甲恁下失礼啦。好啦，歹势，莫搁哭啊啦。你迄记得安尼也歹看。安尼歹看，安尼，好，安尼，好安尼。啊是讲村长今日来遮哦，重点是要摕宝藏嘛。对。啊，毋过吼，你嘛是会当有家己的想法，啊，你嘛当好好考虑，我是尊重你啦。啊，毋过你也想者哦，有可能咧摕宝藏的时阵，会当互你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，一寡眼界，啊，你以后会当设个更较趣味的这游戏。你若是真正尊重我，以过去的我绝对会讲 no。啊，毋过今仔日恁替我布置，虽然毋是我介意的风格，啊，毋过我真欢喜啊，因为你有用心，是，而且恁真尊重我，有问我，好，就恁来摕宝藏，恁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好，准备接招，
现在噶，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笑杯，笑杯，大杯，唔知有新杯无？今仔日要考的主题，哇，非常的明显，甲庙宇有关系。嘿，请问咱这小朋友，恁敢有定会去庙会拜拜？有哦。恁若去庙会，敢会拜拜，甲神明讲啥？啊，要祈求什么代志？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最上重要。对啦，即马尽量讲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咱有15尾鱼啊，啊4地通摕1块大片，8地就通摕到2块大片。哦，头壳顶安怎念大声甲念出来？金金金嘿，香香枪签杯杯，真好，大家拢知影。安尼，刷来就交互你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出题啊！枪。哎呦，有哦。来，庙口。哎，对。我注意，喂啊，细条注意安全哦。来，有山。看头前啊，九三哦哈，看头前哦。讲的是大哪鸡？鸡安怎？给收者，够时间。啊，是唔知影就大拍。哪鸡晓拍？金收金。No。一个我 bonus 而已啊。啊，过头，看伊啊，看准哦。哦，厉害。安全哦。头前，枪。听强调。啊，看头前讲哦。有啥问题。来，看头前啊。 B 是无庙啥？你 pass 吧？pass。来出鱼啊！好，谢谢。过头。刚好金一个机会，金。有啊。来，头前。瓦杯。对啦。拜拜啊！杯啊！有啊。让走。来，看头前。让走。刚刚唔是哦。唔是，不要紧。唔是。好，那边甲你教哈。枪是，哎呀，哇。八时间。看准。看较准诶。好啊。来。香炉。哎，对，香炉。哇，两杯啊！好，杯加油啊！来。贡茶。对唔对？最后一位，拜托，金，最后一位金啊！金来。添油香。我叫对唔对？无伊啊！哇，真可惜，迄个 bonus 无对呢。恁头先讲大哪鸡啥？鸡收惊，不是收惊哦。大哪鸡烧金。大哪鸡烧金？嘿，就是伊大哪，敢若亲像要去烧金，啊，其实伊毋是要去烧金，伊是要去做别项代志。鸡生鸡蛋嘿啦，知哦。来，后一个哦 ，B 是无嘛，庙庙，庙。啊 K 是歌啊，就是庙公，庙公，咱去庙的有真侪条啊，啊条顶悬拢会弹一尾龙伫遐，有无？捌看的嘛？有。所以就大鸡龙啊条啊，所以叫龙条，零条。龙条、灵条拢会用的。什么地？敬敬地。咱传互神明啉的就是敬地。啊，咱若是亲像咱，我要请恁啉的就皇帝，咱会讲皇帝。啊，有神明啉的叫啥？敬地。啊，咱若去庙的，有当时啊要拜拜，要摕金纸，金纸，咱的会倒这，就可能是100块，嘛有可能500块、1000块。迄算什么钱？添油香。嘿，添油香。添油佮做伙念一解，
甜悠悠。哎，真好，咱有秀到，嘛袂歹啦，5分，有一块大片，请你去摕。睇，你去睇哈。来，摕着大片大声念出来。妈祖鱼，啊，你只打起你啊！真好紧哦。来，第一关一块大片，收落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。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来哦，爱甲动物赶转去，啊，较来做句。是即马咱差不多是食暗的时间啊。讲到食，恁爱食饭爱食面？饭饭的野手爱食饭的野手。饭。哦，拢爱食饭哦，爱食面的野手。你拢爱食就对啊。哦，真好啊。敢有特别爱食阿爸母煮的啥物？啊，哦，就是拢爱食饭，卤肉饭。拢爱食，哇，拢爱食，拢爱食。爱食。拢爱食，拢爱食。讲老实话哦，真正的哦，真正。炒烤龟要食，炒烤粿爱食无？爱食，诶，番薯叶也有爱食无？爱食，红哎，我今天红菜头，无你拣的，红红菜菜头，规条互你食。食青啊，咧煲咧。哦，可以。喂，你当作土啊？土啊嘛无你食，好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2题1块大片，3题拢对，就2块大片。来，请就位。来，来，现在个。来，来，手啊较悬的哈。别说卡着哦，加油，加油！你拍着伊的头哦。你敢家己要转去咧？哎，伊忝嘛。来，哇，请讲。洗碗甲咸蛋，我洗碗的时阵看到一只你只一粒。咸蛋的，安尼就好，哪里？安尼就好。嘿，来，啊好啊，紧，哇，今天真困难。酸，加阿辉啊，摆赶转去咧，真的，蛋姐这无爱转去厝的呢。较轻呢。哎，等一下，手啊较悬的哦。无你看见咱反向，伊就伤野，你知无？安怎讲？伊是野鸟的。你这样拍控制，我心皮。手力一点，太轻太轻。倒过来，加要机油会，啊！来啊，有只有机会哦。卖放倒过来，恁两个拢袂甲恁朋友加油一个。加油，有啊无？这叫做无伊的代志。新华一只，莫坚持啊！新华。阿花啦，较紧。时间1分1秒。加油，哦，要到，要过去。会不记阿花也无做无乖呢。滚，我想要啉四卡汤，阿花咱今仔表现到袂歹哦。四卡汤。啊我来，请安讲。怎刷落来？安怎？我去博物馆了后，刷落来，我就去公园运动。好，会用的，来进来哦。时间了哈。都可以就一。电话。袂使甲拍着啦。 4、3、机械敢会出现咧？ 2、无机械时间到。洗碗甲咸蛋，来，搁试看卖。过瘾，还是来阿珍。食完咸蛋爱洗碗。哎呀，会用的啊！来，看卖阿姐，还是啦，2题，算是有一块大片。啊，一题来，请题。来，大声念出来哦。比鞋。好来。一下哦，今麦第2关啦吼。对，2题。你的菜少小朋友关哎鸭子菜。对，真正的，2关2题，3鸭子关奶。 32题。一题看有秀起来无啦？哎呀，加油哦！即摆讲2题尔，尽量讲尽量拼。来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啥人无同款？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
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把迄个无共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很险对，恁讲阮这干巧啊，我是讲恁讲有阮这巧啦。哎，世人无共款，今仔日船长家己落来守，哎，袂要甲宝用紧，藏守落来。袂用紧，袂用紧。哎，船长，阮才摕2地尔呢。哎，两地，你足济啊呢？足济啊呢？小看者，不是，伊是你鼓励囡仔。两地足济啊呢？你的手讲讲有足少我有的。一个问题，伊头头讲你应该派洪小姐，这个意思是，你看讲，我是讲的代表我。伊毋是讲迄吧？伊是第2局的，伊是小局第2局。哎，我甲恁讲哦，即款就是恁尽量讲，啊，毋过一定要符合这个题目，对，啊，尽量讲哦较暧昧。你若是感觉你家己甲别人无共款，你就通选家己，因为你选着家己，嘛是会得分。对是是。安怎会摕到大片？你赢过我1分，你就1地；赢2分以上就2地。好。来，请抽牌。来抽哎吧，呦，抽考啊哦，袂当有别人看哎，青到，菜丢，青菜袂当有别人丢。看到，袂使后边仔看着哦。袂当偷看哦，家己拣，看了啊，就放在你的来头。插起，插起。好，插起你哦。嘿哎呦，好好好好，我看者，好，拢放好啊。哦，袂当讲哦。淡薄。哎，这敢若无简单哦。好，安尼咱就准备开始啊！安尼为第1号小朋友开始。这个物件会动，会当，会叮好，当，会使，会使。工作啦。会叮当，好来，安尼第2位小朋友咧，这个物件会有电，有电，是有电的哦爱食爱食电的。电的，食电的，好来，食电呢？会使啊，会使。第3位小朋友，袂当伫这个所在上，哦，好，会使。好，当伫这个所在上，会注意下讲到拢足暧昧呢。注意，第4位老朋友，会当徛真侪人，哦，会，会使。对啊，会动啊，会当，会当，会使。会当啊，会动啊。安尼咱先来整理一下，第1位小朋友讲，迄个物件会动。第二个小朋友讲用电的，啊来第3位是讲袂当伫遐耍。老朋友讲呢会当徛足侪人的，好，安尼大家搁想一下，准备要第2轮哦，爱讲无共款的想一个，哦。想一个哦，好来，第1位小朋友，这文站会看到的物件，这文章会看到去的，这阮会看到的。好来，搁来第2位，第2轮哦，爱讲无共款的想一个，想哦。一个哦，好来，第1位小朋友，这文站会看到的物件，这文章会看到去的，这阮会看到的。好来，搁来第2位，内底有镜，好好，内底有，内底有镜。内底有镜好啦，哦。来，搁来第3位小朋友，伫倒位会看到嘛会使啊，还是用嘛会使？还是内底有。伫百货公司会看到。哦，百货对公司赞，百货公司有诶，好。通常会有2条，一个起哩，一个落来。啊，哦，对啊，会使会使会使顺过关嘛吼对无？好，安尼1号的小朋友呢，伊是讲会叮当，去这运的时阵会看到。 2号小朋友讲用电内面有镜，好，搁来3号是讲袂用伫遐耍，啊，百货公司有诶。好，咱的老朋友讲呢会当徛足侪人，而且呢有2条，一个起哩，一个落来。好，安尼咱就准备要来投票好，啥人无共款？哎呦，敢有人投无共款的？有哦，竟然有。好，安尼咱这3个吼是无是共款的是电扶推，电扶推，啊，一个无共款的是电推是上车举手。电推。电推啊，手我来看一下吼，安怎投票？哎。有吧有吧，大人拢投你，要投啊你竟然投1号的？你打好关啦？咱先请问这个甲别人无共款的，是安怎有这个选择？这个快会着的，哦，因为伊讲这份看会到，所以你选伊。诶，啊这份看会到对啊，对啊，正好你的啊都有出现啊，你拢安怎上下班啊？不是，哎你拢安怎小课来上下课？小课。行路。我惊咯。听咯。好啦，啊，
啊，就无法度啊，因为较运动啦较这济啊。温啊，你哪知影要倒互你吼？内底有惊囝囝，啊对啦，这伤过明显啦。啊有盈利咧，同款。嘛是因为囝，我嘛是啊，伤过明显啦，无要紧啦。有英，即摆你知影哦。恁2分嘛，啊我1分，啊恁嘛是有一块大对，请摕，你可以摕这摕大片，就是一块哦。大声的念出来，摕着什么大片？文班啊大文片，班，好难，sorry。大家就好看的呢。其实因运气真正无讲怪好。哎，凡说全部拢压伫咧上尾关。 3分踢主呢。对我真歹讲哦，到底讲摕到宝藏咧？三地大片，就想要摕宝藏，敢有机会？有机会啊！好啦，才有信心。啊，虽然是3地，我嘛是足尊重恁的。恁有想要耍威？我想要耍威无？哎呀，看伊有要啊是耍。你尊重我，讲我加大2片。无可能。嘿，甲尊重无关系。好啦好啦，来，敢有想要耍，还是就照安尼？梅录音，要梅录音，敢有需要？梅录音。我是感觉会当搁刷卡下卡，你会当洗卡下卡，没有哪耍拢共款。差不多呢，差不多呢。你看伊安怎耍啦？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哦。好。好，就安尼哦，无要改啊哦。好，输赢拢在恁的手头，录音梅录音。手先甲翻咧。你要出较大力的，才会当过。我讲请飞的时阵才飞，好，而且你一定要飞超过1空才有准算。好。加油！请飞！哇，这下恭敬的到底哦！我感谢一下。我甲你讲，这是9分仔的豆片，啊，伊这特别的咯，因为伊是夜光的。对。夜光的哦。对。所以你给倒了后，你啊暗时啊有2时有接着顶，暗时啊就会闪闪细细安尼。对。哇，最后嘛是有摕到宝藏。对啊，豆片的袂歹。啊，袂歹呢。啊，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欢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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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喜。欢喜。足紧张诶！啊，恁敢若欢喜尔，恁无紧张啊？有啊，嘛是有紧张，啊无，伊无感觉，伊感觉伤简单的。就轻咁松。简单，无吧？对啊，好啦，继续当大义好唔好？好！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爷爱大义。好啦，恭喜啦！虽然敢若3块大片，啊，不过嘛是摕到宝藏。